后来乡亲啊，用时间换时间，这个时间会当当做钱来买物件，你捌听过无？高雄路中庙社区推出时间银行，鼓励社区的长辈贡献家己的本领，譬如讲种菜、剃头毛、修理家电等等，只要出力甲人帮忙，安尼甲人帮忙的这段时间，就会当换做货币。摕到这个货币，就会当到时间的商店去采买日常的用品。这个社区推出着时间银行，是互社区厝边斗的感情愈来愈好。盖打开，派去电锅摕过来，我运用专长来帮你修理。头毛长啊，想要加什么款的造型嘞？包你满意。要结账了啦。杯啊，伊做生活用品，用当身啊价就当买回去啊。商品是多样化，民众买甲真欢喜。小朋友比较扁平足啊，想要让他试试看。店内人袂少，但详细看，人可以摕来计算货币，那毋是咱熟悉的新台票咧。原来这一张一张拢是用时间换时间，平等交易的时间货币。在平等的状况之下去做任何的这个服务的交易或是商品的交易。高雄路中庙社区推出社区时间银行，到即摆已经1档啊，会员的人数一直增加，就是因为社区居民真介意这种用服务来换取货币交易方式。剃头毛、修家电，任何的专长，只要你敢摕出来，一定有人愿意甲你交易。现在退休，交朋友。贡献自我的专长来换时间货币，换来货币过当，换其他的人的服务，迄就是家己的商品。社区时间银行的推行，嘛是促进社区，嘛是一种感情的交易，互每一位居民心甲心更加贴近。